我认同这么强。赶紧跟三兆四周的讲多少钱？哎，但是有一个人没办法接受，他已经说不要 Q 他，小心哦，一小个心哦。哦哎。家下的合唱，日本学生嘅嚟唱。肥水不落外人田，没自己写的自己学生学啊。哎呀，还有版税周得传，好吗？老年到你台，老爷公下來，講啲俾大家好，我係阿蘑菇啊。來吉他太搞唔錯。冇啦，誒嚟到流行歌，夠了吧？哎，這個好像有點太多了。太多了啦！你繞到你倆不要大象園呢，拜託呀。象園誒不馬該通古錯。都有誒，哎呦，又調誒，又牛，牛哦，怪又誒有個怪誒，大象這樣。哦，係還有乜嘅？啊，啱咩唔啲還有豬誒。豬誒，慢嘢豬誒。哦，等一下 T P 裏 Band 邊 leader 嗎？有，已經有一個人在揮手。哎，為什麼？不要自己對號入座，人家有槍。有啦，冇啦有，較細粒字的豬誒。哎，好啦，而家都係流行歌曲組嘅保利正八歲哦，兩位面長五冠的煙火，哎呦，雙禮拜糖分哦，哎，兩禮拜加油哈。生意，上禮拜二精神比較不濟。嘿嘿嘿嘿，窮有一些嘞哈。對啊，好像有點。今天皮有繃緊了嗎？啊，沒有比較好。沒有比較好，哎呦。哎呦，那希望賈斯汀也沒有很好，好不好？哇，賈斯汀現在是可敬的對手。哎呦，還有老鷹又來了，嘿。哎，一狗又來了，大雕，一狗，兩狗。大禮拜都會講一狗。哎，來介紹你評審席上來。歡迎總經理先生、齊士斌先生、黃玉旭先生、袁少奇先生。來，欣賞介紹他了。好，馬上進行比賽。好，開始了。 TV 係新嘅 Q 朋友，新嘅老朋友。哇，哎呀，節目係比較實的呀。唔啲咧，唔啲看到幾倒擺咧。沒有，好，擘個連冇想個呢？波咧啊，類似新竹師嘅朋友啦。哎呀，連個啊那個呢，特別嘅嘛，擘個就都有唱來起來，誒，有來咁表演，有來賣菜，擘個都有開單，都有嘅。是很好，誒，好重哦。來自新竹新竹市師用呢而帶來小露露嘅情歌。來彈看啦哈。色喜阿妹嘅千夜。
命运层层思念哎，李子，唔使用暗号啊，哈，来几多拜咧？来多拜啊，必须500，必须500。特别节目没算。哦，应该有50拜的吧？我感觉常常看到比赛100做当久的时间对啊啊，所以安尼才加记也是拜有的。我落了主持啊，吃顿饼啊，落去喊他球咧。真的，应该有超过。他比你还资深。黑马哦，饼啊，他支撑呢。我从那个雅丽姐，哦，哦，张雅丽，第一张清次叶是她嘿，第二次海军妹妹。海军妹妹最来你。从这时间就来了哦，你不会开台就来了吧？没有节目开就来了。冇安叫哦。 12年前开始。哦，啊， 11年前。吗？哦，我感觉当久的，我唔是当后上都冲到一呀。直持了你的节目了，哦，对啊还冇嘿啊，有样。哎，讲真的，我也叫按一参的哦，嘿，他的身影常常会烙印回荡在脑海里，是不是？因为你口味变了模样。哦，佢唱下老妹以外哦嘿呢，还有因为佢监察的嘛，哦，我比较特殊吧对对对对对，给做铁建筑嘛娘子，系啊，嘿，啊我本来就想，诶，我迄个就你买到，衣服还好，有上到几？系啊，买，系啊，我要上我可以跟你规划。你要去真的吗？你还 The 规 Low 划？ Building 哦，从地规划到好都可以哦真的哈对，我们有团队。你是说真正的大楼吗？不用到团队，嘿，没啦就规我想要自己玩，嘿，哦，可以啊。对呀，哦你只要教我怎么玩这样。我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哦，衣服有喊哦子，说的。冇按难呐，哎哦，呀，发时间点点啦，真的啦。哎，对啦，哎，不过礼拜你已經進來，還有一隻演員進來比賽。哦，那个有原因啊，哦，是有特殊嘅演員進來嘅。什么原因？我老公狗训，你老公是看过对吗？对，有跟我来录影啊，來過鬧嘢咯，他是什么原因？就不想活了。懶冇啦，得呼吸。他的姻緣完提的是專一當天使。 OK，該我過年前3天，跟我工地尾牙，去請尾牙，前後轉醫師就沒說什麼就走了。哎呀， 52歲而已，哎呦，很優秀啊。有啉酒嗎？當天沒有，什麼都沒有，冇啉酒，冇嘛沒病沒痛。啊，做水電就走掉了。送到醫院2個小時後就拜拜。嗯，因為我們做建設的班演就會檢查一拜啊，就冇偏空啊。因為總統府前的該憲兵啊，哎呦，是太勞累嘛？有可能，我是這樣想。可以稱你可能他不能太勞累。因為3個工地一起啊，哦，有可能係啦。因為我知道你真的愛身體愛好，愛長命，講真的，一天睡眠非常的重要，所以後是後估計睡眠動很足誒，很足。對，誒，可能動腦。哦唔過而高神高神睇個3個工地全部壓在我的身上啊，哦，哦，我係冇衰。換換沒有你變女過幾個強人了。身體啊？哦，那你要小心保重哦。哎，那不。哎，我為了你，為了這個節目，我絕對保哦，為了你鬧一大旅隊啊！為了鬧一大補充啊！好哦，你的身體好嘛？喂，謝謝什麼安子生？充實了哈，搶必欣賞公平。李颖后啊，我觉得我自己亲舅母堂你冲过嘞。哎呀，謝謝。对，然后我最喜欢你的就会你每一次你来。你的服装都是精心的打扮跟设计，这个态度真的是我一直觉得很喜欢，很喜欢，也很有点像那种报废的仙女一样。今天真的蛮仙的，他有16套衣服，我今天对啊，我今天一直在看他那个袖子。总之，我觉得每一次看你为节目这样子精心打扮的服装，我都觉得很棒。什么？对，然后我刚听你在分享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点点。因为哦，根本你有一句话打动我的心，我特别圈了起来。虽然一霎眼孤单，你知道我在听你唱，我特别圈起来，因为你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触到我的心哎。因为今天这首歌，我觉得你诠释的今后就会非常的温柔跟婉约，跟带一点点
内心的那样的一个感伤的感觉，你完完全全的在这首歌当中表达出来。虽然一个人孤单，此心不变在思念。我觉得很棒，就是不是整首歌的声音都是这么的亮，然后很直接的，你的婉约多了非常非常的多，这是我以前比较少听到的。谢谢。你的表现，那特别我还把这句圈起来，所以听你讲的时候，我就心里觉得啊，真的是有不一样，有故事的，有故事的，对，今天的话，我觉得唯一要给你一个提醒，当然你那个今生失去阿摩第一次差一点点来不及落拍了，可惜如果那个更直接上去，像第二遍歌那样，就真的更美好了。好，那但是今天有一些我想要跟你提醒，就会你跟老师。我觉得你要更完整，像你在唱《死恋》的时候，我突然以为你唱错字，《死恋》你要回来，你不能死恋，就嘴型都没有开。再来一个是思念你思念你，不要思念你，不知道你在唱什么，就全部你的字都糊在一起哦。这个是轻打怂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以后你的唇齿的咬字更清楚，即使你在唱，表达的是温柔的，表达的是感伤的，表达的是你心关度里面的一些故事，你的嘴型还是要出来。好，比如说，然后你讲，你根本你安妞，我虽然要跟你讲，我不会说你根本你我不会这样，我的唇齿爱拱发冲狗。用那个字都要把它说清楚，好，才不会我们大家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已经唱到内心了，你如果字还不清楚，就整个糊在一起。这个是今天比较可惜的，不然我觉得今天这首歌真的很棒，很打动我的心。谢谢。好，来，看下分数，好吗？好，看下永利一个分数。93分哦，不错的喽。希望都留下来，谢谢沈曼之 C。OK， 好，先回做休息。好，可以哈。怎么你突然无语？在他身上我感觉到乐天的感觉，还有坚强，坚强，哈卡什么一般。哦，来，沙雷古球亭带来梦中的你。来，唱个啦。
节目先生，哎呦，邱各位婷评委先生好邱婷姊吼，兩位主持人好。有禮貌嘅邱婷姊，係啊係啊哎呀，邱婷姐帶新竹嘅新埔算新竹，冇算桃園。新竹縣的新埔鎮。哦，佢屯桃園兩隔壁係嘛？嘿，哦，隔壁做嘅龍潭。富 Q 龍潭嗰邊。龍潭、關西、新埔。哦，在過去就是竹北。新埔有乜嘅較特別嘅東西？半條啊，半條伊有名啊。半條，半條。係冇啦，你嘅半條冇問題啊。冇問題啊，一起好冇？誒，好食嘅有名嘅啊。新埔鎮嘅半條上都有8個架。哦，按多架。老街嘛，咩有老街係冇？一個新埔有3街6巷9宗祠。哦。新埔是3條街，又要3條街。中正路、和平街、成功街3個街，3街比較熱鬧的路。啊，就是那個最主要道路。然後有6條巷子，可以穿這3條街。哦。走得穿過來穿過去。啊，9宗祠。9宗祠就是有什麼朱家廟啊、劉氏家廟啊，哈。但新埔算是一個沒有圍牆的博物館，因為它那就是古蹟呀。所以算北埔嘅嗰啲半條嘅北部集中地是說的新埔，南埔嘅半條集中地係宜農，安尼意思，知道未？新有名啊！哎呦，居然不知道？我不知道新埔，新埔半條都有名哎，對，真的，我都陌生。你看看，睇起來都地哦，俊地。我講你老，係啊，好食啦，好食啦。冇去過嗎？我冇乜嘅印象。係啊，你新埔我請你去半條。唔是啊，我吃個臘籤啊，我有錢啊。可以切小菜嗎？可以。還有個那個東有名係個乜水煙腸啊。水煙蟲。對，水鳳色嗰種係嗎？它就是有點長得像香腸，但吃起來有粉紅糟那種感覺係嗎？又唔係哦，意思用那個臘腸那種太白粉做的，裡面包灰灰的。而你節目有時做過嘅美食嘅特別嘅話，是有時過水煙腸。你看試咧，你都唔記得，我就記得。好，再嚟哈，講視頻欣賞公平。好，邱婷姊，先生好。好 ，OK， 今天先藝術歌曲啊，夢中嘅人，我從頭聽到尾，我知道藝術歌曲先呢，方向呢，今天先的方向應該係一種當時他們讓他狀態唱的歌曲哈，不過我顯得有點保守。好，對你也趁嚟安尼下來訓練的歌唱，我知道也下有動作的變化。不過呢，藝術歌曲先下來，我知道你對藝術歌曲的掌握度其實是算是已經駕輕就熟。講底部嘛，個內容我知道應該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好，就會講藝術歌曲還有其他做的發展的地方啦，像個有4個夢中嘅你嘛，知道嘛？哈，第4個夢中嘅你，佢喺高音的發展，啊，講人喺高音的發展，你沒有掌握好，比較可惜。為什麼？因為那個聲音太硬了。好，那我們回到選歌，還有藝術歌曲的態度，我覺得。你看看可不可以？因為應該來講哈，你其實在表現這首歌，因為它沒有太大的起伏，所以你必須要設人設。意思係講，愛本人有故事的話，藝術歌曲愛本人有故事的話，你變成要設人設，而不是只是在唱歌。好，意思你就好把我們的攝影機當作是人，當作當做他是一個人，然後給講法，你可能才會有那個眼神。你這樣有法突然嘅從嗰一種上線來，然後佢表現出來。藝術歌曲唔係唔好，係意思係講佢表現的方式，它是比較內斂型的。所以你如果沒有表情，就是沒有一個投入在，然後給你講法表情的時間，我顯現不出來這首歌的特色在哪裡。我要吃在你對這件事情的態度了。唔係講亞行然後講嚟係技巧，技巧只有一點點小建議，就是你的轉音不太穩。好，本的本，要叫詩，還有然後就係像你嘅像。要用到是六個冇乜問題，其他部分其實都很平安度過。可是平安度過的過程，你如何按樣板凸顯這首歌對你來講係一種上一本應該有加分的機會的話，我希望在這樣的歌型裡面，應該發展出本人看到你臉上有故事，本人看到你真正上線底部有故事，啊，你這樣有可能凸顯出這首歌的態度。
他其实这首歌已经写得不错，但是态度没有出来的时候，这首歌就会变成很保守。好 ，OK， 按这些。新木先生，先生讲的呢种很危险哦，哎呦，冇听啊！你讲冇嘛太问题啦，是情感的表达嘛，嘿哦。有一只对象呢，讲故事嘛，嘿冇。看分数就看分数，看一下古球亭嘅分数。好来，慢走，93.5分，新木先生，还不错，还不错，留下来冇问题咧哈。很多留下来新木先生，哎呀，吓死了，吓到来啊！我想说要毕业典礼了，不会啦，本来抽到以后，我本来想要刚刚电话拿起来帮你叫计程车，取消按取消，取消，好了，什么球体记啊，就可以哈。哇，老师有时候讲的这样子，真是让人家七上八下。真的啊，吸引的没？前面先给你摸摸头，后面这样子。哦，杀他的这一位哦，他要带来这首歌，我好讶异哦，很压抑，你怎么会想要唱这首歌？还是他特别想要展现这一方面。贾斯汀嘅客家雄风啊，老英雄风啊。做对，救对。因为我想的都讲，你的迷棍，你自我认同这么强，你跟三招四招的讲多少钱？哎，但是有一个人没办法接受。不要 Q 他，他已经说不要 Q 他。小心哦，小心哦。哦。哎。爱嘿，蜜月过来嘅客家人，爱嘿，绿队嘅客家人。先锋队，战鼓响起来打土皮，风锣响起来赶喜。啊，故乡一公公，上喜爱故乡，中秋节已记精神，四川现役，万古流风。先锋队，战鼓响起来打土皮，铜锣响起来看戏。啊，故乡热公公，上喜爱故乡，中秋节已记精神，时代现役，万古流风。是王太高，你嘿，蜜月过来嘅
嘅客家人。去加贵歌词。我挺掰啦，我挺掰啦。哎呦，真的佩服康雷大哥的口哎呢。亚条歌人家有办法驾驭。嘿啊，可以走得。走得嘿啊。好玩呐。哦，乜嘅好玩？唔咩？那個請問人家你經驗幾工？幾工？就貴庚？就是幾歲？今年你今年幾 How old are you？ 今年幾根了？幾根？今年只有帶出1條。哇，這種你很會哎，你可以跟我們樂團老師做好朋友，還有羅哥。34哦。哦，很後生，很當後生。你後生啊？跟來台灣幾多年呢？我來15年。15年19歲就來台灣？哎呦，對，你是來求學嗎？呀係。讀書。銘傳大學。學弟。哎，是嗎？是啊。北銘嗎？桃銘。哎呀，什麼意思？不一樣啊，什麼意思啊？不一樣啊。我才是主持人，媽媽該那你們他們都走斜坡，我們是走每天要。他們要 K 柳腿啦。什麼桃銘？我們是桃園龜山銘傳，他們是台北市林。北銘桃銘啊，人家是圓山旁邊的那個。哎，媽該意思 Q 你才好搞，我們在分化什麼？奇怪哎。但是人家如果那個總統府有什麼慶典，都是找12金釵啦，條擺國民大會，全部係銘傳太后誰會去找桃園的銘傳嗎？不會啊，也是一樣啊。我們那時候已經沒有國民大會了，拍誰？但你那時候都是女校，對不對？沒有啦，我哪時候啊？哦，也沒有差女很。沒有，我聽說以前是女校。條擺黑啦，以前是專科的時候。對，純女校。我讀的時候已經大學了，不好意思。因為女生有反應，都是女生，對啊，至少有一些男生嘛。對啊，對啊，要不然上課好無聊。我如果有賈斯汀這種同學，我每天都去上課。我剛剛問你幾歲，你知道嗎？是誰叫我問的？他叫我問。冇，你鬧到你是朗 C 聽聽，我以為你20幾歲。真假的？你感覺像美國青少年家。我們美國過來。給好。我們現在就是正式的宣布，這些來自美國的客家人。耶！阿丁姑。好，阿丁姑哦。而家一衝前面嘅兩機嘅時間，安尼所有嘅欣賞全部都。燒出來，因為知道衝了以後，因為我想到講，一啲外國人，一啲美國人，自我認同這麼強，客家人嘅三招四招的講到很清楚。還美國人嘅客家人，你好厲害哦！真的，我們銘傳都很有語言天分，是不是這樣？對，沒有錯啦。但我厲害哦，我厲害都是學你們的啦。哦，冇，自家厲害，真的，我們沒有，我們主持人不怎麼樣。我打從心裡，皮膚打從腹裡，打從我的，有感覺到嗎？打從底下，再佩服到上面。對啊。來，淺淺的皮膚哈。你好，溫欣賞來共評了，黃玉雲欣賞。那首歌叫《客家共風》，聽歌名就是很有精神的一首歌。你就是在台上是很能夠展現的，你唱起來是有現場，你是讓我們感受到那種這個氣勢啦。但是我覺得你在拍子有的部分，我覺得還可以更好。我覺得你有點 hold 不住哎，怎麼說你知道嗎？就是說你在演唱的時候，你是我覺得你是硬背的。歌詞、歌曲然後你硬背，但是你的時間練習得不夠，要不然你的表現會更穩。我們講的穩，你自己最清楚了。藝術歌曲，你從這邊一這邊的表現絕對不一樣。什麼叫穩？你可以去掌握它。那個掌握，你應該知道我講的意思。當你能夠對這首歌掌握度有更有把握的時候，你跟演唱的方式絕對不一樣。還有。故鄉也講講，我覺得從頭到尾這首都是比較有精神，然後節奏都比較輕快。但是我覺得故鄉也講講，你可以唱得再柔一點。OK。你有表現出來，但是我覺得還可以更好。OK。因為這樣子才有緩衝的感覺，然後有個落差，有個反差。好，那這首歌，我相信我們其他的評審老師會感覺你衝得不差，但是你要更好，我覺得你之後的練歌。能夠花更多的時間，而不是說你跟着這個節奏唱完就好，而是說你對這首歌要更熟悉，會更棒。好，加油咯！
什么欣赏？好严格。我如果是评审老师，对呀，我看到一个外国人在唱，哦 ，OK 了，哇，很棒哎。狗冲必衰嘛，我们就是不要落人口实，因为我们外国人加分，对不对？我们是实力。你说有个评审协商，我们都是公平。也米贵的哈嘎你哦。但是我觉得是对他蛮佩服的，因为贵人从你哈嘎沟，老师还可以唱得这么标准，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也是爱的鼓励啦。是啊，真的不容易。真的，赞哦，你自己 Q 是不是？加油！哎，很棒，好。好哦。看分数哈。那就要看日嘅分數啦嚇。贾斯汀嘅分數。來。哇，U95呢？可以，做得接受，可以接受。但是有一个人没办法接受。不要 Q 他，他已经说不要 Q 他了。他上个礼拜已经压力有够大了，你今天又给他用一个95分，小心哦，你小心哦。哦，哎，我太快了，对不起。核心肌群做久一点再出来啊，大雕展翅。好了，那我们就让杨常回去吧。好，杨常而去。好了，杀下来，李小怡带来哦，星光头。哦，星光头。小傻头吗？星光头诶。星光头，你安叫好么？思念黑跳重重河吧。哦，星光头，你敢有批斗？落风风，一走给乡，落家坡。煮饭给乡。亲腿捏喽，可以哦哟，真的哦，有备而来，是真哭还是演的？演的啦。中国花布检查一下啊，很花，我们要让你丑丑的上节目。我回家了，没关系啦，没关系啊，妈妈在那边，妈妈在那边。而且你看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唱歌就是这样子，你如果哭出来就可能没办法，就会让用到嘞，一定没办法唱他还 hold 住哦，演员的专业还在，好厉害哦！可能是因为就是唱不出来了再哭，赶快哭出来这样子，假装哽咽很感动这样，对，假装卖惨那样。卖惨。
然后看有没有加分那样。这首歌有特别故事，是不是？没有啦，按感通就是其实确实这个旋律跟着走起来的时候，因为起到动感通，该紧紧就可能都该谁写给后爸，然后就算只是我是在竹东长大的，可是然后在河啊，然后阿婆煮饭啊，我是阿婆带大的这样。哦，隔代教养。哎，看看，知道你的歌奇怪，就是感你每一次选的歌都很冷门哦。他是有引冲啦，他是有引冲，影片里流行好听啊，好听啊，哎，金钱跟松礼拜还有丝绒节的嘛，哎呀，好，对，抽，要跳国外慢呢。是谢宇威老师从下给赶快嘿。陈飞欣谢谢梦怡，在河左岸的主题曲呢，我很喜欢，很喜欢。天使跳的歌哎，动画的电视剧，那你看他天使腿也跳。对，哎，那客家电视台你到底有演了几部了？哎，日普电视戏剧，对，小小的，很久以前，动给以前。那后来，比如说什么茶，我该是应该摸地头一般的。哦，这是在外国安阳。佢家下有上我再转嚟。嗨，大家好，我应该是李少宇。哦，小宇哎，跟黑衣讲都暗号哎，演哦，专业的哦，真的请一下。客家天使台那个8点钟的时间啊，演超龄可以吗？我都演超龄，跟你妈年纪一样可以吗？我看起来都比她老，没有关系。大家跟一天创业的，大家用讲，你用张英姐妹吧，你女儿那种，嘿，吵。对，那是对你妈客气话啦。对啊，毕竟没关系，不要当真，不要走心。她的场子没关系。你的样子演媒人婆很像。妈，没招对了哦，演就要用啊，角色不要受限制嘛。对呀，莫不你憨姿嘛，嘿嘛。好，来，好，加油，冲台啊，唱，蛤蟆老师。哎，少宇哈，这上个礼拜啊，第一拜唐东也唱个歌哈，农第二个礼拜哈，这个有突破，但是我感觉就是说，在这个拍子、咬字、单音，还有那个唱歌的功力，那全部没啥问题。现在是一个站在那个舞台上哈，你那个角色扮演哈，你还没有抓到那一个定位。就让一个演员呀演戏的时候，你的眼神、动作、肢体语言有到位。但高志公，你有演过戏的话，你是一个演员的话，你如何把这个演员跟你那个声音能够搭配起来？那你看你追他的问题，这没冲过俩部分，因为你这个上次我有提到，就是你这个声音已经到头腔共鸣那么高了。又有前声部，又有后声部，那个冲那歌已经带律动了，所以没中国的问题是你要诠释怎么去昂这首歌啊，对吗？刚才本来前面一半的时候，我觉得你有那个企图心，不过唱到后面了，我觉得有点失控，有点失控的原因就是可能有很多，但是我干不过就讲。你那个角色扮演的定位还没有到，所以以至于你冲国的时候，你那个诠释的方式不敢突破，这个才是，唐总也还想哦，虽然我们是第二次听到你的唱歌的声音哦，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有非常职业的水平，那看过你有非常职业的水平，但是面对有一个职业水平的声音哈，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什么 hold 得住比较平稳，但是它有一个更大的缺点。你要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的时候，你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一直在怀疑你到底在唱什么，你脑袋一直在想你要唱什么，这是我看到你整个感觉。好，从上一次多厉害拜，全部会按永远。但那刚过就是说，我虽然分数不是给你很低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行内讲一点就是讲，可能你在选歌方面，如果像两位老师的歌都不是那么简单唱的。那可能你要多花一点的时间哈，真的要进入他的角色扮演。上一集的这个罗思荣老师哈，是，还有这个我们谢宇威老师，而且这是谢宇威老师里面比较特色、比较有特殊的歌，它并不是我们现在传唱的一些很红的那些流行歌。这个是比较特殊哈。那这样你敢挑战哈？俺上哈，你一定有个水准哈，反正。把你的那个中国的表情跟人设这个部分把它拿回来哈，才会是你分数高的原因。好不好？继续打拼加油！谢谢，希望你希望你吸收下去。老师说希望你好还要更好。来，看一下两个分数了。看一下你收一个分数。93分哦！哇！恭喜！你可以留下来了嘞！哎呦，
哦，就是3分1口分呢。3口分哦。哎呀，那恭喜恭喜！所以加油哦，加油！卫生纸还需要吗？没关系，我不用那么省，没关系了。好，谢谢。大家都可以留下来。是亲头按钮，系嘛？但是哈礼拜就等于这样。哈礼拜哈。哎呀。哦，抢手。抢手。这个真的很难抉择。我们这个问题，反正我们就把它丢给老师嘛。对啊，都是老师的问题，跟我们没关系。老师来做坏人啊！好了，杀好了，亚比哈。杀了，嘿，李彦峰带来伢名的唱艺术师。哎呀，好糖的。好糖。竹拍鐵射流東風，牽發揮散步，在涼風中跳舞，敷衍落下來太易，打亂了腳步，本心跳在加速，面風風看電影，愛點點看電影，相愛過。就是你命一種情，本創造點敢保庇，呀給명의秋意俗世，天空遠遠發出愛心，從這愛嘅眼裡。是你命一種情，本創造點敢保庇，呀給명의秋意俗世，天空遠遠發出愛心，從這愛嘅眼裡。各位给不给一些线呢？好甜哦，天哪！对啊，有故事吗？爱情故事吗？没有，是因为你的爱情故事。没有，我怕讲到10点，我想回家了。讲爱情故事吗？对啊，讲一下嘛，为什么想要创那条歌？没有啦，其實因為羅哥那條歌叫整演董後堂，那加上Win 哥，嘿 Win 哥，然後呢，我剛剛講不到羅哥，對不對？對啊，我想說 Win 哥。Win 哥啦，然後那時候也是對，然後那時候看到說，就是覺得怎麼草頭朱小姐，我說是誰啊？就發現哇，竟然是佳慧姐合唱，然後那個 MV 真是好漂亮，就是兩個人那邊老屋這邊跳舞這樣子，我覺得好想找一個人來跳舞，有點學那個什麼有一個音樂劇叫是La La Land嗎？ La La Land 的那個對音樂劇，然後就從頭一進到底猜到尾這樣一個 MV，真蠻好看的。對，歌又好聽，真的好喜歡這首歌哦。兩條歌裡面衝的以後啊，就是有想着那個漂亮的畫面，可是有要說想着什麼人，是不是？對，聲線很，就算有也正常啊。對啦，聲線很適合你啊。係啊，對呀。而大英其實算有磁性嘅，係冇？算有磁性，算有磁性，係啊。按後上有做表演啊，蠻那一表演啊，優秀。多謝。哦，好。好咯，唱完差不多了。走嘞。要唐欣賞公平咧，唱視頻欣賞。好，視頻欣賞。好，燕峰，有首歌曲係文藝嘅歌曲，應該講，這首歌真的是傳唱度非常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應該講，我對呢首歌曲冇動手，哈。雖然講呢首歌曲係其他彭佳慧強下唱嘅，兼比先講這首歌的態度，
我喜欢先讲这首歌，先知道先第一艺术歌曲喺样板窗子还有文章嚟讲底部音内容哈，基本上人嘅态度是非常好的，好就会唱因为一个后生人来唱艺术歌曲，在一个甜甜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上多的画面，有没有符合在这首歌里面的态度之下？知道对你来讲，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其实对你来讲反而还放心嘅，因为知道对没有什么难度，你可以掌控的，好，你要当适合人嘅演技来唱艺术歌曲，转到艺术歌曲的底部的内容世界啊，应该讲你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有点小保守了一点，好，有点保守，所以可能要发挥的时候会有点感觉好像还没有完全踏进去，会比较可惜，好，会比较可惜。那如果在进入到副歌的时候啊。应该讲，这个时候有赏识 N A Pop 的部分呢，在检核的时候，我们在掌控每一句乐句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到你在拍子的运作上面的轻松度。因为要做歌曲，我的命爱唱艺术是爱唱是因为你钟情，本创作。你不敢包庇，照理来讲，你必须要这么的轻松，可是，在字跟字之间，反而听到了急促感。会听到急促感。爱唱诗人为你钟情嘅时间，会听到你的急促感。所以在这里面发挥的时候，就会显得你开始有点失走，开始有点乱了步调了，好，会比较可惜哈。那我那组还讲，因为副歌第2段的时候，我们经过了间奏之后，第3段音乐过的时间。又再一次又保守了起来，好，就是你要进歌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收是对的，你数还超嘅，不过你收太多的时候，发现跟乐团本身已经开始产生了不对等状况，意思是讲你收太多了，然后你其实可以再浮出来一点点，好，你一下收太多之后，你跟乐团没有搭上，就显得你的角色虚掉了。好，你的角色虚掉，这个比较可惜，好不好？好，其他部分应该讲整首态度，我觉得很棒。好，大家 OK， 大家紧张。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看很开。好 ，OK 哈，有多开？你看得到我吗？当然可以，大概可以。如果万一那个美国人赢你的话，客家美国人怎么办？对啊，没有关系，美国客家人，没有关系，美国客家人，对啊，我就好好去当我创作歌手这样子。哦，没有啦，还是要好好，还是要就是懂演，对，还是要进步啊，对，我来，要进步，而且要有运动家的精神啊。干嘛这样讲的像我要毕业了？反正我今天也不会跑，会不会92分之类的？应该不会啦，冇可能啊！我唱贾斯汀雷都不推动哦。他就专属音效。安用就看下来看分数了哈。哎呀，准备好了哈。好，看下来看李艳凤嘅分数。公司的会计，公司的会计啊，菠萝银，哎呀，从客家歌，真的啊，厉害啊！本身因为做账要做账，好，看下来看李艳凤嘅分数。93.5分，对，没关系哈，可以，我承受得住。刚刚一开始，其实你唱这首歌，我发现，你很适合这首歌，那音色，哎呀，一开上开始就哇，好厚实，很吸耳，就那个气音的感觉就很厚，但是没想到后面感觉，像思飞行商讲，hold 不住，有一点乱了脚步，对，走在，过去再练习一下，可以练习一下，对。好，那就恭喜我们，我们就恭喜贾斯汀，贾斯汀，V面在报名，恭喜 V 面踢馆，恭喜贾斯汀。
来到安尼成功组的保利正8岁，秘密长有成绩，3关了。有目前已经3关了哈，3关了哈，3关顶了哈，顶。哎，对啊，要不还有7关啊？还有7关啊，一脚。係咪哈？今日安尼潛水朋友哈，另外 CV 朋友啲啊，還有啲新嘅朋友，之前有來過啦，有來過，有反雜過來比賽，有來比賽咧哈，好，歡迎。來，啊，嚟比賽之前介紹下你評審先生哦，歡迎李秋霞先生、張永慶先生、李生炯先生、林占義先生。哦，先生介紹睇哈，先生好，馬上要進行今日比賽啦。TV 有請到嘅苗栗頭歡齊雪瓊帶來3個字，我來彈開啦哈。帅哥美女好，你好，哎呀，好久不見了。哎，越唱越好咧，其實上擺兩個出到感覺就唔要唱歌嘅感覺，哎，越唱到越好咧。哎，有練習吧？頭練哦，哈練咪強樣啊？強樣嗎？哈練咪強樣？哎，唔會咧，唔會啊，唔會，不差吧？以後吧。哦，我上輩子嚟比賽一定要跳歌嘅。輸太累哦，他要重新開始試試看。哪裡跌倒，對，哪裡站起來。哎呦，一模新型啦，像哪一條歌位嚟啊？輸太嘅歌位嚟失聰嘅。哦，來復看啦，係啊，你有想我做咋做來復？又好唱歌啊，又強又好，又強又好，又強又好，又講上愛唱歌誒，期待又怕受傷害。對，係啊，同你想我就唱到一好啊，你會唱啊，想會比我萬一輸對，我冇面子啊。上一百係唔記得歌詞嗎？沒有。那個這鄭老師說身體健康，後邊給到尾字母來讀。用身體健康一樣對吧？因為我說。因為我應該健康啊，改的詞，但我有那個尾音再拉下去，接下去。冇做到啦，你冇有做到嘛？啊，今日看老師。看老師哦。老師彈得清楚。秋霞先生有彈到嗎？有啦，有進步啦。有，謝謝。今日歸屬來講，從了赤眼當平貨。我天氣了天氣機，唔見每人嗬。即加強一點點啊，嚇都小朋友的。你人腳嚇方面唱得清楚，唱歌嘅時候你笑容較多啲嘅。我看人家過半嘅時間笑容清楚，但係唱嘅時候會緊張哦。所以呢一方面當然唱歌大家講唔會緊張邊緣嘅啦，哦就慢慢地調和，你會越唱越好。
好，加油！好，谢谢。什么？哎，这个看下嘅分数咯，看你进步多嘅咯。好，看一下齐雪琴嘅分數。應該算是做留下來嘅分數啦。會做得，會做得啦，但是當然講，你後背，安尼嘅水平全部差不多94分以上嘅。那有，我嚇死人你嘅小朋友，我先倒退了。唔會，不差。先坐的，先對下，等下看後背有機會留下來嘛，好唔好？謝謝。好啦，按姿勢，手要讓我坐。好嘞，撒下來。撒落去陳書我帶來平板。係啊，係啊。看啦。素娥姐姐你好。孫娥姊啊，好多年，從客家歌。哦，真的啊，真的哈，厲害啊！本身因為做賬，要做賬，我想說先幫你 Q 啊。你做過多少假賬？沒有啦，都是實賬啦，內賬外賬做一做啦哦。公司的會計，公司的會計哈，飛機啊，做幾多年？退休了嗎？退休啦？退休了，退休6年。哦，那個大公司。哈，小公司啊，小公司。哦，小公司嗎？對。新竹。對，在湖口。哦，有個便宜多，它有工廠公司呢。哦，是哪一家？有上市嗎？那個公司？有啦，有。哦，那一定都做。你有買股票嗎？有啦。公司股票分發給你。謝謝。對，那應該做很多假賬。沒有，合法的賬，合理範圍的賬。公司大家同仁相處好嗎？相處就是可能會計都做賬都比較嚴謹啦，因為是財務的問題，對，所以其他部門要錢什麼有的沒有都要從這邊，他們都要經由會計部之手。所以跟業務部門有時候就是會有誤解啦，所以難免會有一些摩擦。那怎麼解決？一直摩擦下去。一步後來老闆看到我們這樣，他也覺得好像也是不太理想。他就有一次尾牙的時候，他就辦我們跟業務部跟會計部門合辦尾牙，然後這一次經過這個尾牙的一些活動啊，大家就更
更融洽，对，因为就是他会办一些游戏啊，让同事之间会互通，对，所以感觉现在还有联络吗？现在有了，还有联络，打一票哦，真的对2大部门要掌握好。对啊，没有掌握好，整个公司会大乱哎，业务也很重要，存钱的数钱的很重要。好了，按照从这个唐先生讲高中先生。苏我手机创业平板迄算平顺吼，过去好多年，虽然好多年，但是甲熬试都熬了以后啦。哦。不过佢根本係咪？你有感冒嗎？喉嚨有一點卡卡的。哦。所以今天唱的那個有些部分沒有。高音也有一點點上不去，這個就比較可惜的地方啦。吼，無佢創業平板算到相當穩聽啦，你不能唱東西都右彈，你本身唱東西都很好聽的啦。哦，唯一今天比較不足的地方就是嗓音，這個可能誰都一樣啦哈，有不聽話的時候哈，這個很好啦，加油啦，加油。好，師夢先生。我第一擺唱高中講過笑，都本期談嘅事啦，係冇吼。係啊，要有些些嘅上早早。哦，冇辦法啦，吼。身體嘅有一些狀況。好，那就看一下佢嘅分數啦。看一下陳書豪嘅分數。師夢先生。这个应该可以留下来，至少留下来没问题。对，好，先恭喜你哈，安子 C， 休息一下就可以啦。夜当草，好嘞，好了，下来林杰雄带来《山歌》，看啦。落难时间啊！老师没听念哦，该很有名的，可是弹一段钢琴，我就要把谱写出来。你会写谱啊？可以啊。那为什么唱我就可以帮你写？为什么你之前来比赛的时候来比赛的时候唱差那么多？他会写谱，但是没有练唱。时间，心爱听啊，此言唯有啊，何人来拿？林老师你好，你好，哎呦，哇，林老师，好像做欣赏的人吼，基本上也高考以外，他在这个得
德智体群美，这个体应该也都特别对身体一接以前还到新竹高中那时候高中，他就要求五一并进，非常严哦。新竹同学有一科体育不行可以留级啊，游泳不会游也留级啊，中文很对欣赏很用啊，音乐不及格也是留级啊。是学生诶，读书开始咧，对学生，对学生诶。每一科成绩很好，你有一个音乐不及格，照样留级。哪个演退了，跟那个林展毅老师那个年代。展毅老师又被 Q， 你一定要考试还要拉他就对了。搞音乐老师没经验哦，该很有名的，可是弹一段钢琴，我就要把谱写出来了。所以我们音乐班的吗？那时候不是，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他要求很严，但是所以我们其实这样养成这样也好，我们听感哦，还有人家写谱啊，听我也可以写谱啊，就可以。哎呦，我们那时候就有这样训练，哦，但是音感训练，你会写谱啊？可以啊。那为什么唱我就可以帮你写？为什么你之前来比赛的时候，没有高阶文哦，来比赛的时候唱差那么多，他会写谱，但是没有练唱。讲个笑话好了，好吗？哦，又讲笑话了。有小口哈，准备好了，上礼拜冇讲。有啲男朋友啊，感情哦，真好哦，真好嘅，因为是想去土去看家爸家妹啦。以老师来讲哦，天光日。中學而來捱不下，捱爸捱妹上去看你，決定你就滿意嘅時間哈，你就到捱房間來，我準備把捱身體先俾你，我雖然談過輕聽啊，到聽日啊，其實去個藥店，進來藥劑師講，要買隻安全套，要買隻安全藥劑師講，就搞嘅垃圾先好用，啲先好用，搞嘢唔用。其實啲細妹屋下咧，叫細妹屋下咧，個假爸假妹是搶嘢吃飯，他就乖乖坐在那邊就吃飯，新澎湃哦，做到就，吃飽假爸假妹哦，這私人視線角膜外後，假爸假妹是講，你用後生人。繼續聊天啊！打嘴鼓挨落去咧。落房間。你阿細仔哦，冇想去細妹嘅房間哦，其實桌上一直祈禱。祈禱。為什麼？我要祈禱很久。那女朋友要不要進來了？你們我祈禱繼續祈禱。跟女朋友說：俺用唔理頭，你係按虔誠的教徒啊！哈，我就祈禱，按叫喊佢祈禱。就俺咪唔理廿把係藥劑師啊，係冇。係啊，一直祈禱。假把很高級用版用嘞，不知道用在女兒身上。是，不敢用。從小嚟看牙小口功的用，強為欣賞。林老師啊，林先生，第一在新竹高中從事作為英才30年啦。俺倆目前呢也駐新客家民謠嘅推廣協會在傳授3個。非常的值得我哋在敬佩哈。今日唱了羅山歌呢，個人感覺聲非常的亮，古代人也做到以後，也有此言傳記。其實我個人本意寫的建議哈，你的秀美的聲一下，有多少個筆詞哈？你能夠講的秀美的音係好，讓圓潤一點的些，對你上過的成績會很好，繼續加油啊，林老師。謝夢威老師，謝謝。呢啲掂啦，謝謝你哦。係啊。又係做特效咧，會寒嘛？係啊，可以看人嘅分數。看一下林傑雄嘅分數。應該有，好了，冇問題啦，看一下。做對，謝謝。講小扣加分咯，有少少分。廿個10年啊，乜嘅講小扣加分？冇啦，開玩笑啦。係啦，恭喜哦，恭喜！留下來，真係留下來，好啦，去做小事，好啦，沙下啦，沙來喺1.9打嚟平板。來等下啦。
是菜花，真的。帅哥美女，帅哥，聽佢知咩？唔講鼻多呀，流多呀，佢真係唔單止願意嘅，佢實力都好。哎呀，當然實力要被肯定願意啦，搶太部分啦，係咪？願意是菜花咩啦？你想這本書打嘅時間就用你蒙詞，還記得有幾百係嘛？對，人家願意真係當好。願意是願意好。係啊，所以願意然後用到奶喎。要冇應該冇法的啦，哦，願意啊，願意哦，冇啊，可能佢家心情只以後，慢慢意料係嘛，哦，他都種菜啦，他都他爸都出個料，出個料，那也很好啊，太料啊，張家界，哦，張家界，今天唐公一講誒，清醬，嗰個滷清飯哦，哦，這片，誒，韓國嘅餅乾啊，嘅韓嘅順風哦。cái bên con kịch con đồ tụi trên tình cảm đấy,對呀，你看用 popcorn 唔出來咧，你係張家界嘛？你係九寨溝，哦九寨溝，九寨溝嘛清醬，哦一醬，對，阿妹妹講這片一醬，對，他們也念念不忘那樣子，給它當到天然的地方，安泰咩？對，天然的個真景景。誒，你陣年紀慢慢一了以後，對，係啊，所以來了啊，心情沒法翻譯啊。了辛苦了落誒，就誒享受，真的，很感哎呦，以後，好來，從頭來搶戰役欣賞。來聽佢聽下，欣賞好。從開始唱到了下吼，我看到嘅就係唐到嘅，你睇金鋪同夾，金鋪青島哈。但是你唱到了下來講，就講平平順順啦。啊，喺講我金鋪啊，一個按到他個按強哈。記住要有上下了，所以你在唱啊，這種共鳴音咧就較少，唱出來啊，你音準的嗰種嘅嗬，我掉到個票啊。韓國咧唱台灣嘅都T3幾個一線間有個聲音都開始就掉脫，所以掉來都影響後尾上改。啊，你肯係有條嘅正常嘅看法，就講唱嘅都平平順順啦，一平穩啦。但是呢，就講按到強數啲啦，嗬，就要加強嗰啲就會唱強，嚇，加油！好，謝謝先生。係做咗一次坐下，唔過進步有啲嘅，這些問題真困難用嚇，進步啊，真困難嗎？加練習啦，上床都來多練咗安尼有練有好，有練有好。冇太緊張，每次都唱過嘅時間。有擺有播有。係啊，有練有差啦，係嘛？來，看一下佢嘅分數。看一下一聽叫嘅分數。係啊，神秘評分呢？係咩？哦，安尼應該神，今日全部都一片祥和，留下來啊！真好，安尼恭喜，啊！是冇天留下來哈，可以哈。所以呢檔菜好，留下來又下禮拜又來又偏檔好食，翻飽好食又錢好涼。嘿，查馬菲啊哦！第五個空的你冇錢好輸咪對咪？咩無聊啊？係咩？來看嘛，係冇？看啊！看用啥啦？最好啦！看嘢都欣賞啦。好啦，看邊面咋啦？吼，總有真帶來羅山歌。係，彈完啦。
文化。你今晡日上映有正差吗？是都有点诶。有点诶吼，你做要要无按人来做诶，系咪？我是都当人，个就后练就下早点点。这系老背摸人，地背当人啊。摸起都当人嘞，知道不会懂人啦，都少一些早啊。哎，感觉起来哦，有人有点早。对对，但还是很厉害，很那种厉害，懂会唱。避免炸嘞。哎呀哎呀，哎，你好种菜啊？炒啊，嘿，炒当好种菜，从伊喊这个放炒嘞，放落去这个喊夫妇。哦，真的哦。你种一台片诶，切卡实的啦，切卡不卡实，哎呦，天空诶。喊种就下都是分享本里都有千片，好油诶，片肉，炒。哦，中吹，这个也是我的梦想哎。那第一啊，你刚刚不是还在滑手机在看苗栗的地吗？跟同学讲，5000平哎，你看人有个加钱。对呀。哎呀，对哦，看这个我们乡亲朋友有没有那种有 TMI 请螺丝风，便宜又大，然后又便宜的农地或者便宜又大，就买你啦。有看到呢，哦真的哈，很多动态啊又便宜，但是有的一看啊真就提莫奖。哦，对啊，你这片呢就做得了，中吹去给他吃了。这片莫拉了。哦，那中么该了。啊，中书的。哦，中书哦。对呀。罗哥好搞给盆栽啦，对，石花人草青。我是爱慕人，爱慕之人啊，对。好来，冲突的常先生讲。好，唱秋下先生。好，就真就跟阿峰今仔讲的，今日上音有辣音。哦，有哦。后音吼，卡音。所以你提起技能够卖太注重，那注重天天是觉得是高音，所以你是都是有鼻音嘛。能够卖太注重天呐。那高音做了莫讲亲讲，同时。切莫忘记注重念，当然啦，各啥创法是冇强咯啊，但是我是感觉嘅注重要带下来个创法吼，可能你平常时还唔要按创法啦，你是一只参考啦，我讲你的意见啦，吼，客家文化唔系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学是，就像我从头讲过，读书是20养生，书内简单单强，善当善高。所以你在咬字方面的时，你注意讲，你后背的事我冇该吃，冇该意思来做，你咬字就用慢来做法。唔係講我特雜事，我就講冇山中山過去山坡，你數過去有12隻山事，但是你念法就冇強咯。所以你唱歌之前，最主要是想詩並咬張來做人。哦，比方山歌字吼。你切多嘢按，然後落山冇空，落山歌冇空咯吼。因為落山歌是講你從最早嘅時節吼，你講現在都你台灣注重流傳下來最早嘅唱腔啦。哦，落山歌是最難唱歌的是法，但是你要麼熟，要麼標，不如詞言是靠一家的了。啊，唔係講切多嘢嚟當唱，一講當咧，你就詞言，感覺幾秒個氣係唔拉，我就冇嚟按唱啊。你認做講就好了呀，嚇！唔係講按個流行歌曲，我切對啊，古典的 tempo 按行法，
你就叫做自由演唱，哈，还会大家。哦，请问先生，山歌上山，哎，山歌山，哎，哦，山档，哦，山档，山歌，哦，所以俺要特别前面就唱唔错，山歌了应该啊，你哈，俺要特别山歌了歌。影片你会冲掐一笔起上来半部哦，对呀对，每次都要赖给他，对，所以是谢老师的错。你改编的啦，好，哎，你冲改编的干半部。哦，对。哦，然后先抢人里俩，目前的请狗夫呢，林老师，哎呦，来，赞哦，来麻烦你啊。是，看有没有机会抽上去哈。好，哎呦，没有。为什么不要？B 面三关的啊，那哈，还有还是你看男士的风度，你看，真的哈，对呀，做欣赏的冇强用啊，冇强用，好来，听下来看总有整个分数。高中歌谣版以后，乃有写一家写的合唱来伴學生嘅嚟唱，可能也不錯哈。鼓手呢，學生嘅技飛，肥水不落外人田，自己寫的自己學生學呀。係啊，還有版稅做得錯，啊冇啦。聽下來看總有整個分數。哎呀！哎呦，抢分呢！哎呦，就抢人哋嘅有成績，搶死抽上人哋嘅避免在保庇啦。搶死！目前共用嘅3關。老年音樂會，哎，今日咧節目來位來賓啦，啊，佢係安尼雖然客家嘅位非常資深嘅位先生，陳松雄先生，佢嘅得意門生啊，得意門生哦，伊優秀哦，對，韓德國人哋拖延客家歌謠比賽流行組嘅冠軍，還有田村一車嘅組嘅冠軍哦，佢每日帶落佢嘅第3種嘅。全市來同大家分享哦，全市咯，很太一般哦。第3種，哇！安尼先嚟談佢好唱歌，等下好訪問佢下咧嚇，來歡迎一位劉玉鳳先生。送
90後，哇，90後嘞，哦，我真辛苦誒。用啊用辛苦，感冒，感冒，哦，唔要睇唔出來，睇唔出來。哎呀，上衣哦，上汗咧換好，我上我個紅色嘅你衝出來，當震撼嘅，哎呀，好糖咧。因為沖都好糖，因為生活沖了。用去法國用安利去用乜來記講啊創啊你。請教書人來介紹學校嘅先生，學校嘅先生要介紹佢嘅學生本來講佢當認真，一定會唱得好。哦，就傾來傾去，傾來傾去。佢個唱啊，佢之前有來過啊。有啊，有來過。傳統嘅歌謠咪唱得以後。有來過啊，你節目啦，係啊。玉鳳先生來過幾擺咧。對對對，按好嘅人才嗬，做唔得埋沒踢，係啊。所以一定要你發掘出來啊！誒，當然咯，古時候有本叫機會，佢會同先生傾下來合唱，新嘅全新嘅歌誒，係嘛？有翻譯啊嚇，同先生合唱。有，學識都動到啦，動到東西嚇。你冇動態喎，同先生傾下唱。其實唔會啊，其實是因為感冒，因為佢就想啊講感冒，佢講哦先生有個生係感冒，講冇想過去到你就會唱，真的啦，係啊，表現都以後。你一上舞台就嘅腎上腺素一放喺度就冇功用哈，真係冇功用。感冒聽講嘅事情。好啦，老師嚟介紹一下人嘅新嘅專輯啦，第三張嗬。係第三張專輯，我前兩張專輯係創辦嘅嚇，第三張專輯呢，我想講。結合一條教書，然後我編寫嘅合唱啊，有啲歌曲，第一張、第二張專輯第八度，我有歌曲唱教書，也係唱欣賞嚇，然後我編寫合唱版嘅啦，在前年、去年。太前年去比賽了後呢，也有得獎嘅技術啊！我就想講，然後佢全部收錄到腔下，包括我自家寫嘅合唱嘅也包括落去安樣嘅，我想講，我想講，在10空年前啊，佢係認識到齊正言教書啊，佢就講我寫嘅歌詞佢當喜歡，佢就講兩三來合作嚇，而下次我寫曲，佢下佢就有人我寫合唱歌曲，但係呢可能樣講佢嘅身體就較唔好，就冇在以後呢，我嘅佢人係寫當多數嘅歌曲，就變到佢冇發表啦嚇，想講去年啊，香港有隻機會呢，就留很多教書嘅歌曲呢，適合到腔下來發表啊，有唱嗰下去比賽嘅時間啊，我有唱一條小朋友，也有唱佢用嘅優秀嘅朋友嚟唱歌，比賽嘅時間啦，家長嘅不可能要陪你去啊，小朋友嘅爸爸媽媽也陪你去，我唱落去講，我想講去年。前年講，我想講明年啊嚇，我要推動合唱專輯啊，我嚟請呢度小朋友嚟錄音嚟出版咁樣啦嚇，嗰時候就出啲啊，所以你開始寫歌詞大概從哪叫開始？90空年就開始寫。90空年，也100空，也110。你有96年嘅得獎嘅作品，條下天條嘅條歌嘅。所以26年嘅時間，我可能係差唔多92年就開始寫咯。哦，到2022年嘅得獎嘅作品都有。一張專輯一本書，你喺全新人看嘅 CD 片啲親密嘅。所有嘅歌全部有菜譜，有簡譜，還有五線譜，總譜。還有我看吼，所有嘅歌詞全部人寫，啊嗰個製作人，啊同作曲人全部趙伯謙老師。趙伯謙先生，我們請子承的欣賞，真的是打不死。我老狗也沒一朵哎，打不死的蟑螂，真的好厲害。音樂夥伴，真的好厲害。對，我們以前都有合作過，趙伯謙老師真的很厲害，很跨世代的一批。是，他可以就從你看我們那個時代，他可以到這個時代，還一直在這個音樂上貢獻。啊，用你再講。可能加年紀也有嘅關係。年紀有嘅啦，優秀嘅嘅製作人係啊。好，安尼基本主要一個係要帶來乜嘅另外嘅歌曲嘛？哪個歌曲？
哦，因为用讲节目铺讲，我头摆有唱歌传统山歌啦，我讲做的基本上带了一首传统山歌，传统歌曲冇啦。因为按木腔样，因为人歌曲迄属于较学术性的东西。嘿，迷上的。较迷上的，较学术性。啊，你合唱的就是咯。啊，就唱到迄安尼传统的，嘿，用迷上的方式唱，吓。爱吃看啦。吃看啦，来啊来。好了，安尼就听下来听刘老师唱一条欣赏的歌声哦。好戏好戏。哦，手跳歌曲来听看啦哈。传统的手跳美好的歌吼，我唱的就会按用，系嘛吼，欣赏就欣赏。厉害啊，厉害！哎，你最近按会写歌词，歌词就写到暗讲，又按会唱。你又喊伊上去填传去比赛了哈？喊同音带只跳苗跳去做诶，TV 迄本太似假。冇。唔錯，唔係按樣嘢咧，係成學唱山歌。我可能還蠻40歲嘅時節啦，就開始學唱山歌。我嘅連沙土我去唱山歌，唱了山歌，我知道我就愛到山歌咧，愛到客家歌謠咧，就愛到比賽咧。古時候田傳義一天去比賽。田傳義啦吼，好多山歌證明自己嘅實力啊，係嘛？冇啦，就
有奖品啊，有奖金呢。嘿，你在充电。哦，给青苔动力啊。错。有青就会果树啊，错，还是你。跟你先好传统的就山歌，以后咱开始下歌词，也先下歌词以后咱开始。先去学唱山歌，再去比赛山歌。比赛山歌。以後呢，88年以後比超級組以後呢，開始去潛線上學寫歌嘅。家下我就當時嘛去潛，原來潛到一位陳松雄老師，佢係我故鄉嘅人。太中央關係嘅。過了後呢，開始學寫，要咪去比賽，因為想愛本自家嘅境界進步啦，學習去比賽，都做得去學習別人嘅好，自家來改進，讓有機會得獎啊！即係難忘四十歲就開始學嘛，學唱山歌，後來就開始接觸寫歌嘅啦，要冇要出專輯。寫歌啊，以後開始教唱歌謠班，教唱歌謠班，教唱歌謠班以後呢，有一些的想法，就講當到嘅表演也係比賽係合唱嘅，佢就會想講，那有寫一家寫嘅合唱，也係用一家嘅歌去編合唱，來伴學生嘅來唱，可能也不錯哈。古時呢，學生嘅機會，肥水不落外人田，自己寫的自己學生學呀。係啊，還有版稅做得錯，冇啦。古時人開始講教書啊，唱朴明教書啦，唱詞專研教書啦，技巧要人嚟寫合唱嚇。再來呢，老邱百強先生合作以後呢，原來佢咪當會寫合唱啊，佢咪要寫，古時我咪要3萬一家大店，我咪要寫讓有倆第3張專輯，鐵三角合作起來就出嚟啦。韓本嘅後邊有舞台啊，唱條啊心意有冇？心意咩係啊？比上一擺來唱韓啊，厲害。雖然感冒但是很表現都好。還有其他學生誒，本印象較深刻嘅嘛。我是想講頭先你冇嗌講幾多歲開始學唱山歌啊？我30人社會40歲人學唱山歌嚇，咁我要計練沙學，就係好朋友嘅妹按到鐘水面啊！佢忙出世，我就留家爸爸媽媽當好咧嚇。有日啊，我想愛錄合唱嘅歌曲去比賽嘅時間，我就想到。哇！cái水面可能做得咯嗬，就問佢嘅爸爸媽媽講：你來本身朋友嚟唱合唱嗬，我來錄音嚇，我愛去參賽創作嘅比賽參賽。結果佢答應呢，當我卡錄時間啦，我問佢講：水面我愛本意鍵盤也係樂譜。佢出家人我講：老師，我只看五線譜。哎呦，幾歲的小孩？2、3年級而已。 2、3年級，連下不止咧吧？音樂造詣這麼高，前有來，厲害嘟嘟愛上貴種咧。哇，音樂造詣那麼強哦！厲害哦！我們小康老師都才看簡譜而已，他已經看得懂。小康老師看得懂五線譜，他只是便宜行事。古時我啱講厲害小朋友嗬，音樂性暗強嗬，實在不得了啦，厲害真神。所以難怪個印象我較深刻啦。係啊，還有啊，新宇啊，佢都係嘅工作室，去錄音學習時間，佢同我講，老師我當中日唱客家歌謠，流行歌也係傳統歌曲，我都想愛唱，而那有新歌做得不愛唱，我講做得到，還有佢講。我當想做歌星啊！哎呦，嗰陣呢，那有機會呢，有表演啊，有錄音呢，我就想到新意。突然間就出嚟哦，新意。對對，牙包包嘅佢會唱。幹咩啊？用？唱冇。即係皮膚聲。佢擺喺趴呢林淑榮對冇？見面牙包包誒。哦咩係啦？聚財。的星辰已墜落。好醉。
苏荣杰好。昨夜的星辰。截图，让你听截图。唔过讲实在吧，我青皮肤嘅就系冲嘅合唱团嘅，因为吼上铺一度。我冇辦法呢，不同聲不合音，我本人樣向到厲害呢，我知道呢，係啊，要等於我樣向，我會來做，我本人來做，英國嘅綁體索係啊，綁過嚟係綁。要乜技巧？教我一下先生。跟住衝嘅技巧，練哦，分開上鋪分開去練，練上鋪各上鋪分開去練，認真練錯咧，跳嘅乜嘅啊，節奏啊錯咧，然後呢，愛學習唔好用綁索嘅方式，學習彈劈隻鋪唱嘅，愛做得當火蟹啊樣嘅感覺，唔好講哦，我變高語啊樣嘅啦。所以我們的邊上音太細啊，合音就會你是副的啊，必插主持人，你不能那個搶了那個人的風采。冇講錯錯啊，你冇安排上，希望做唔得。唔過佢就係講見訓練哈，就會有默契，就係啦。啊，這個對可能要對跟的音方面，我有嘅概念啦，還是要有一點概念哈。來，前面親民好像一種語也有唱到兩個親愛的，同場同學，同學，同班同學，啊，就叫他合唱嘅，係。你看這個真的是肥水不落愛人田，一啲都不給人家出的專輯，7家學生誒，7家學生誒，好， 7家下哦，我也上來啦，你節目，老公沒有來衝一下，沒，我嘅專輯地位度嚇有小朋友，也有老藝差唔多年紀嘅老朋友嘅演唱，也有我老公嘅演唱，真是啦，咩嗌一家唱天啦，咩嗌老公一家唱天啦，有大朋友小朋友，想法係就講，那係本學校嘅。學生嘅也做得用到，本社團嘅大朋友也做得用到，嘅想法，故所讓出嚟種專輯。啊呀沙了唱一條歌，都問個歌名。感恩哈，感恩媳婦哦。好，來彈開啦哈。渡海抗路潮，開山打那見新路，這個人也不帶跳。江山江田種樹苗，你呀大病有莫陪。都沒有辛苦，保密藏的八國了。我穿越東頭也帶，當天是用愛來買。感恩的就是
朋友无陪，一道妙身躯，包米将伊白国飞，无穿越梦头也在，当天使用我。